日想分享一單新聞咧，有個婆婆坐擁4間物業啦。但係咧，佢過咗身之後咧，就冇人去 take care 呢4間物業啦。到最後咧，有2間就俾人逆權侵佔咗，而剩翻嗰啲咧就攞嚟俾人變賣咗啦，又或者咧係做一個按揭嘅。咁所以咧，今日其實想講一講咧，其實就係平安紙嘅重要性。因為好似頭先個 case，第一就係婆婆根本冇仔女或者冇佢身邊嘅人咧去繼承呢個遺產。第二咧就係佢冇平安紙啊，令到即使佢有後人去幫佢繼承遺產嘅話，後人亦都未必知道咧，其實佢有呢幾個物業。所以咧，當佢過咗身之後咧，其實個資產咧就一直懸空喺度。跟住咧就街外人發現到呢樣嘢啦，咁就入咗去侵佔咗佢啦住咗12年啦，又譬如有交管理費啊呢啲情況之下咧，就可以申請逆權侵佔嘅。大家千祈唔好覺得平安紙係一件好遙遠嘅事啊！即係我成日呢個世界上除咗你之外，有冇人都係好清楚你自己嘅資產，包括你個股票 account 啦、你個 bank 啦、你個物業啦、你個可能係車位啊等等等等嘅。如果冇嘅話，其實風險係十分之高㗎，因為就係有機會就係資產遺漏，到最後就係無人認領。咁 bank account 咧，其實5年之後咧，銀行就可以咧上繳去政府，而你個單位咧冇人認領咧，其實就會好似頭先婆婆個 case 咁樣，俾人申請逆權侵佔啦。